王殿下，王殿下，王殿下，快快救救我们家郡主吧！国有国法，你要本王如何去救？可是我们家郡主她不能长跪。王殿下有所不知，郡主当年为了救人，曾经被马家少主用长枪打断了腿，就是为了救一个叫郎仔的人。你说什么？马真心救过谁？我们家郡主曾经有一个好朋友叫做郎仔，然后他被人诬陷杀害夏侯义，被官兵追杀。郡主为了保护他，只好假装跟他决裂，说了一大堆伤害他的话。可是郡主逼他离开，就是为了保全他的性命。你知道吗？当时全夔州城的人只有郡主一个人相信，那郎仔绝对不是杀害人的怪物。你随时都有生命危险，你的命就不重要了吗？走啊！既然有危险，就离开夔州城，离开狼首山，走得越远越好。郡主本来是想逼郎仔离开狼兽山的，可是谁知道被我们家少主偷走了郡主的铜铃，想做违信号去诱杀郎仔。你的星儿永远都回不来了，因为这个领导是他给我的。铜铃是你们家少主偷的。国王，你知道吗？当时郎仔要坠崖的时候，我们家郡主特别想去救他。郎仔，住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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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住手啊！郡主拼了命地阻止他们伤害郎仔，可是被马家少主打断了腿，重伤昏迷了好几天。后来郎仔不见了，从此以后我们家郡主的腿也受了伤，至今都没有好。王殿下，求求你，求求你救救我们家郡主吧！这大雨天的，她的腿病特别容易复发。大夫说了，如果她的腿再受伤的话，她可能这辈子都站不起来了。求求佛王殿下，救救我们家郡主吧！但占星相信，并不是每一次背叛都是故意伤害，有时看似是背叛他人，实则是出卖自己。国王殿下，职责所在，请恕属下不能放行，让开！占星是本王王妃，她腿上有旧疾，不能跪，有事本王担着。我等皇命在身，不能放行，请国王殿下恕罪。星儿，郎仔来了，我们回家。
轻举妄动，快去禀报陛下。殿下，多谢相救，谢谢你不顾皇命救我们家郡主回来。主子，可以进来了。星儿，快好起来，别让我再为我的过错抱憾终生，让郎才有机会弥补一切。启禀陛下，一早便有事。陛下昨日夜寝，博王殿下竟不惜违抗皇命，在一众禁卫军面前强行带走马郡主，回至王府。宣他见真。是。没事了，并未伤及筋骨，休养数日就可以复原了。马静，在。好好照顾你家郡主。此案余下之事，本王会查清楚。遵命。昨夜校尉府上，可有什么异状？文眼暗中探查一夜，一如往常。主子，都查清楚了，那林广背后大有文章。原来那林广自称是二殿下的生父，所以引来杀机。二殿下和丞相心生惧怕，灭口毁政。自称二哥的生父？对，主子，我等连夜调查，调出军部和官奴的档案。我们发现20多年前的林广在亳州兵营当厨子。而此时二殿下的生母也在亳州兵营，但二殿下确实是陛下在临幸约10月之后产出。如果真有蹊跷，也就是说二殿下是早产儿，那么才能引发林广如此臆测。这是二殿下的生辰，二殿下确实不足月出生。启禀博王殿下。张公公登门而来，说是陛下召见。是该免圣吗？国王，为何违背朕的旨意，抗旨带走马摘星啊？儿臣从其随从处得知，马家郡主的腿有旧疾，如果长跪不起，必引旧伤，使其终生残废。如此一来，实非马家军所乐见。父皇便再难利用其卖命。为何不提前通报一阵呢？因时夜深，陛下因以夜寝，且儿臣探查之时，他已昏厥。情急之下，先保其命。今日再来请罪。哎呀，起来吧。哎，朕不知道马摘星有旧疾，差点毁了这颗能够控制马家军的棋子，是你才及时的保住了。如此一来，日后马摘星势必就更听从于你了。那这颗棋子，不就更好操控了？谢陛下开恩。儿臣另有一事禀报。儿臣去查林广一案，确实有隐情。说嘛。
陛下。此人待在有归生母身边时，正是朕在亳州之时。你是想暗指二殿下血统不单纯，啊？敬降，因此有所忌惮，才杀人灭口吗？臣不敢。臣坚信，这只是林广的妄想臆测。二哥的血脉，毋庸置疑。禀陛下，二殿下和丞相大人在御书房求见。先下去吧。是。参见父皇。陛下。来啦。正好，朕也正要召见你们。先说说，你们有何事要禀报吧？父皇，我等想为马斋星求情，望父皇降旨，除去马斋星罪责。为何？臣与二殿下深觉郡主不知者无罪，因可从宽一罪。况且，无需吞吐，说。此次马郡主被降罪，三弟的态度却置身事外。虽说三弟身份为难，但这无疑是寡情之举，说不定更会动摇到马家军的忠诚。荒谬，无知！就在朕夜寝之时，国王担心马斋星长贵腿伤，早就把他带去医治了。他看中朕的赐婚，善待马斋星，这已是不可言喻的。可是朕看你们呢，来替他求情，是伪善，是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吧？陛下息怒，臣等不知还有此事，只是不忍马郡主他混账！跪下！朕本来以为你们是良心发现，想自行承担自己的罪过，却没想到还想继续欺君。哼！看看，朕手里拿着的是临广军部的密档。众人皆不知，当年你母亲早就对朕说过，她与林广旧好一事。朕反而很欣赏她，忠诚不欺。可是你们呢，却害怕一个奴隶的臆测之词，竟胆敢欺君私了啊！父皇，儿臣知错了。陛下息怒，臣罪该万死，都是儿臣的错。父皇，陛下饶命！去吧。丞相一职，先交由杨校尉监制。至于二殿下所有要务，朕都会转派给博王。郡主，你醒了。我怎么会在这儿啊？你糊涂了。你连夜长跪，又逢倾盆大雨，你忘记是谁闯进太庙，奋不顾身的如天兵神将的把你救出来了？谁啊？这个人不是别人，正是博王殿下。是他？你知道吗？我以后再也不会相信那些闲言碎语了。
郡主，我跟你说，博王殿下听闻你有救急，不能长跪，一看见外面又下着大雨，奋不顾身就冲进太庙，与数百名禁军进行搏斗，然后孤身一个人就把你救出来了。哎，你怎么起来了？竟然会是博王殿下，他不气我吗？他这么做等同于抗旨啊！我得去找他。郡主，你还没好呢。郡主，是您醒了吗？郡主，2个时辰之内尚不能下床。博王此刻正在宫中，和陛下商议要事。博王擅自闯太庙救我，能否全身而退？博王想全身而退并不难，难的是郡主如何看待林广一案。我归于太庙，仔细斟酌这件事情，从中推断出：其一，林广并非刺客，否则他就算是拼死，也不会束手就擒。其二，若是广叔自尽为真，或他明明知道跟着丞相走必然是一死，他也宁愿随他而去，那么这就说明广叔宁愿牺牲自己性命，也有要保护的人或事。郡主的推论和主子几乎一致，我也佩服。那是当然，我们家郡主可聪慧了呢。至于我如何看待林广一事，既然当初我选择相信广叔良善，那么最终我也不会强取他宁死也要守护的真相。林广一案，摘星会当石沉大海。文总管今日特意来跟摘星说此事，不就是想暗示我，朝廷之中的一些事情，摘星不应该追查至底。博王之前也提醒过我，现在摘星也明白了。马郡主通情达理，秀外慧中，必是殿下之良配。主子命文衍前来邀约，今夜与主子在别院一叙。别院？什么别院？是那个不让人见的别院吗？正是。看来郡主在主子心目当中的地位已经有所不同。敢问郡主是否愿意答应今夜的邀约？不见。这些是马郡主送你们的礼物。既然是郡主的好意，都收下吧。谢主子。谢主子。该谢的不是本王。主子，属下斗胆，当初怕是主子一时气话，所以没敢扔。马摘星，可准时赴约吗？郡主回答：不见，不散。郡主请，主子已经等候您多时了。有劳了。请。
殿萤飞，思悄然。孤灯挑尽，未成眠。迟迟钟鼓初长夜，耿耿星河欲曙天。悠悠生死别经年，魂魄不曾来入梦。殿下也懂《长恨歌》。白居易，字乐天。此人名字居易又乐天，却偏偏写首《长恨歌》。本王想知道，他到底恨些什么？曲中又能否不恨？那殿下是否有答案了呢？最后2句说了：天长地久，有时尽；此恨绵绵，无绝期。难道殿下忘了，在这2句之前是但教心似金殿间，天上人间会相见。7月7日长生殿，夜半无人私语时。在天愿作比翼鸟，在地愿为连理枝。所以，郡主如何解读？我觉得，只要是在夜半无人、飞鹰人舞之时，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。白乐天说了，只要心比金坚，就算是天上人间，都能相见。那是诗人的想象。我喜欢这想象，也喜欢博王的庭院。只是，博王殿下的庭院如此之美，为何要禁止他人踏足？为何今日却邀摘星前来？因为铁树开花了。你是第一个踏入本王禁地之人，可知道本王为何要救你？因为我一直认为，你与我的婚约全为了利益二字，才会对郡主的为人有所偏见。直到昨晚，本王无意间发现，郡主确实是个为保护自己心中的信念，坚持到底，不顾他人误解，善良美好的人。多谢殿下的溢美之词。本王已为郡主设宴，请吧。我不胜酒力，担心会像赐婚那晚一样，给殿下添麻烦。本王答应，绝不会怪罪你。那夜，你把本王误认成了他人。马进曾与本王提过，郡主儿时有个朋友叫郎仔，是被郎抚养长大的。我想，他就是你说的与本王相似的挚友。郡主腿上的旧疾，也是因他而来。郎仔是我小时候最重要的朋友，
我们分别的那一天，我俩都受了伤，我只是区区的腿伤，可是他却被我的欺骗害得遍体鳞伤。我明知道他活着的可能微乎其微，但是我宁愿相信他尚在人世，只是无缘与我相见。很多话想对他说，只是没有机会了。很多事情想和他一起做，也没可能做了。你们以前相处，狼崽是怎么称呼你的？他唤我星儿。星儿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希望狼崽唤我星儿，可是就算他现在还活着，对我也只剩下恨吧。我背叛了他。星儿绝非有背叛之心，当初的狠心绝情，都是为了保护他。纵然狼崽也在九泉之下，他也一定知道，当初星儿所为，都是为了他。他心里只会有感念、歉疚。明明知道殿下是想安慰我，可方才竟有些恍惚，以为是狼崽原谅了我。星儿，狼崽会原谅你的。殿下虽与狼崽有着神似的容貌，可终究不是他。
那个吻到底是真实的，还是我想象？谁的吻？你吓死我了！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在这儿不是很正常吗？倒是你啊，郡主，一夜未归才不正常吧？从实招来，这花好月圆下，你跟博王孤男寡女共处一宿，你们有没有？没有，绝对没有。是我喝多了，搞错了。哦，喝多了搞错了。那这么说来，郡主你在喝多的时候，都在请求博王亲吻你喽？我当时没有把他当成博王，是狼崽。狼崽？怎么会像狼崽呢？郡主，不是我说你啊，你现在都是博王妃了，对不对？你说你这心里边怎么还能想着其他的人呢？对吧？你说的没错，我不该再把他错当成狼崽。就算他一时糊涂，对我仁慈，我也不该掉以轻心。有没有？文言，如何判断眼前的态势，做出相应的对策？属下认为各有千秋，敢问主子敌手是何人呢？属下才能选出应对之策，还请主子明示。非有即敌，不懂吗？有这么艰难吗？你和莫萧居然毫无对策。属下无能。敢问主子，郡主是敌是友啊？非友非敌。我明白了，主子，原来你一早上郑重其事的选衣服是为了讨郡主欢心呐。不用那么麻烦的，您就直接跟属下说，我就去问马静，我就问他，郡主平时喜欢男人穿什么样的衣服，不就完了吗？是不，主子？是衣服一定要理由吗？一定要的话，本王就给你。穿衣服除了避寒暑、御风雨、避形体、遮羞耻、增美事之外，还有这知礼仪、别尊卑、正名分的意义。这么多，够了吧？属下失言，望主子恕罪。罢了，你们太不专业，应该去问海蝶的。左边这套。哦。这套前天不是穿过吗？主子可能很喜欢这套吧。主子，您从不惜为郡主抗旨，到请她踏入禁院，这是否表明主子将彻底奉行皇命，将郡主视为准国王妃？那么今后属下还需要继续监视郡主吗？无需像犯人一样监视，但要护她周全。本王去宫里营救摘星，父皇虽然也知情，但朝廷已经流言四起，很多政敌已经躲在暗处虎视眈眈，他们不敢动本王，会先动马摘星。属下会派夜煞严加掌控朝廷大臣的行踪。听好了，只要马摘星是陛下赐给我的博王妃，本王就要护她周全。属下谨遵博王殿下之命。文言，我要你准备的东西好了吗？属下斗胆，郡主会喜欢这份礼物吗？一定会。
博王殿下有令，请郡主您去练武场一趟。郡主啊，经过昨天晚上，你应该跟博王殿下更进一步了。你在紧张什么呀？就是因为经历了昨天晚上，我才紧张。一会儿见到殿下，你说该有多尴尬？哎，郡主，你干嘛去？你给我回来！国王殿下都不害怕，你在怕什么呀？帅不帅？郡主，你瞧，你未来的夫君英勇神武的样子，简直迷死人了！哎呀，你出来呀，郡主！镇定。3招解决你。不要害羞。来了。你一定好奇为何本王让你一早来此。练武除了可以自保，更可以强身，有利于郡主腿上的恢复。殿下想要教我习武？你怎么知道？我从小一直想学兵器，可是无奈我娘反对，所以一直苦无机会。这也算是投其所好。来吧，郡主喜欢什么兵器？小心！长兵器不适合郡主。选别的吧。还是殿下帮摘星选吧。闻言。是。原来殿下早有准备啊。这是奔狼弓，是本王的收藏。一来是回礼，二来，弓箭是远距离杀伤力极大的武器，很适合郡主。这上面的图腾好美啊，应该很贵重吧？喜欢吗？嗯，喜欢。过来。
太医，郡主身子纤弱，怕疼，你最好轻一点。是，微臣遵旨。太医，不要紧的，您继续。郡主，微臣诊治结束了。郡主的腿有根治的可能吗？回博王殿下，损伤已久，导致筋骨气血虚弱，而右腿伤的比左腿更重。不幸中的万幸是殿下及时救了长贵的郡主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本王要你尽全力医治。是，微臣日后定当尽力医治。但郡主的腿伤，纵使华佗在世，也束手无策呀。幸而并不影响平时作息，微臣开些健骨壮筋、补养气血的药方，每日一帖，喝上1个月。谨记，用药期间，请郡主不要做些令双腿太过负重的行为，比如骑马。若再次受伤，恐怕不良于行啊。博王殿下，若无其他吩咐，微臣先行告退。太医说的话，你听清楚了吧？我这是老毛病了，这么多年看了很多的大夫，说的都大同小异，我都会背了。本王会去民间寻访医术精湛的大夫，天下这么大，一定有人能医好你的腿。我的腿伤又不是殿下造成的，殿下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啊？因为你与本王有婚约，这是本王的义务。殿下尽职责，摘星也会恪守本分，尽力做一个称职的博王妃。启禀博王殿下，陛下有旨，宣博王殿下去御书房商议使者来访之事。你先好好歇歇，本王去就回。嗯。父皇召我来请安，他一会儿就来。马郡主的腿伤如何了？没有重创要害吧？摘星没事，二哥尚好。我好好的站在你面前，能有什么事啊？还是你觉得这重伤的人应该是我？林广一案是我查出的真相。做得好。三弟愿意接受二哥这份迟来的道歉吗？
般险些伤害到无辜的摘星，幸好他无恙，不然我必定向二哥讨一个公道。陛下驾到！儿臣参见父皇。这是今日早朝大臣们送来的奏折，个个都为你允王请命，求朕让你在借兵上能够戴罪立功。儿臣惶恐，但是君无戏言。朕已命博王去接待契坛使臣了。你若真有戴罪立功之意，那就从旁协助博王，朕也是乐见其成啊。博王，你怎么看？父皇，二哥外交结邦之才，一直在儿臣之上。若二哥愿意，必能助我一臂之力。有贵，你的意思？儿臣铸下大错，没想到父皇跟三弟愿意给儿臣一个将功折罪的机会，儿臣定当不辱皇恩，全力辅佐三弟。你能够自省，有悔意甚好。哼，5日后来访的人并非是使臣，而是小公主。3年前你们送有贞去契坛，可曾见过她？回父皇，我们与宝娜公主算是旧识了。她是契坛王最宠爱的小公主，当时在那里，儿臣亲眼所见，契坛王对小公主可说是言听计从，宠爱万分呢。父皇，儿臣以为，招呼好宝娜公主，对日后商议借兵有利无弊。有贵说的对，女孩子嘛，耳根子软，心也软。博王，朕命你好生礼遇，不得有一丝怠慢，令公主不悦。你们兄弟2人替朕把此事办妥，借兵嘛，只准成功，不准失败。儿臣遵旨。殿下，要你在屋里等，你为什么要出来？歇了好一会儿啊，也吃了御医开的药，才出来走走的。殿下无需紧张。摘星见过二殿下。不必多礼。你们不是同陛下商议迎接使臣的事吗？为何面色如此凝重？难道此事出了变化？不是的，只是来访的不是使臣，是小公主宝娜。那不是更好？说明契坛王很看重此次出访。只怕这小公主的来访啊，是假公济私啊。难道公主和博王殿下有什么关系？本王与她清清白白，毫无关系。多年前，我跟三弟一起送四弟到契坛，当时年幼的小公主就对三弟一见钟情，还向大王请命要嫁给三弟。若非他们的礼俗是不允许公主远嫁，不然恐怕当时双方都立下婚约了。
没想到外表如此冷酷的国王，竟然这么抢手啊！小公主一时胡闹，何必当真？这宝娜公主的行径，哪里是用胡闹可以形容的？她根本就是无法理喻啊！宝娜公主到底做了什么，竟然让二殿下和博王殿下都谈着色变？如果你们要继续聊小公主，本王先回府了。哎，殿下！宝娜公主真有那么惹人厌？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殿下如此焦躁。我三弟这是一朝被蛇咬，10年怕井绳。哎，郡主，5日后公主来访，本王倒是有个建议，能让博王借兵成功，但需郡主配合。殿下，你等等我。殿下，你慢点儿。哎呀，我腿！这对箱子是什么？禀主子，这是公主先行派人送来的见面礼，还有一封给您的书信。宝娜公主还真是个有心人呢。文彦，看看信里写的什么。是。宝娜公主写了这么多张纸，看来她对博王殿下的情谊是数年如一日啊。你今天话挺多的。郡主，别理他。禀主子，信已看完。你只需要回答本王的问题，没有问的不许提。是。那4幅卷轴是什么？这是宝娜公主想让主子看看阔别3年之后她现在的样子，吩咐画师按照春夏秋冬4季画的。宝娜公主长得亭亭玉立的，只是这画上的汉字也是公主所写。正如郡主所言，这些汉字都是公主亲手写下的。公主这3年来，为了主子努力学习汉画和汉字。公主信上还吩咐说，希望主子将这4幅画分别挂于客厅、书房、寝居和练功房，以便于见画如见人。这宝娜公主对主子还真是痴情啊！那4香是什么？这是主子当年去碛坛最爱吃的肉干，公主都记得。分别是鹿肉干、牛肉干、鱼肉干、羊肉干和野猪肉干，特命人送来。这是什么呀？怎么还吃过的？这是主子当年吃了一半的肉干，公主没舍得扔，3年来一直保存着。还有主子当年住过的屋子，公主也不让人碰，一直保留着主子离开时的模样。这小公主爱人的方式可真够疯狂的。这个宝娜公主做出的事情如此疯狂，要是知道郡主和主子之间的婚约，还不知道会闹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呢。看来二殿下的建议是对的，为了能顺利借兵，宝娜公主来的那3日，最好对公主隐瞒殿下的婚约。本王不同意。此次公主来访，本王要让她彻底死心。万万不可！殿下，正如你所见，宝娜公主对你的爱恋，这些年非但没有收敛，反而变本加厉，更说明宝娜公主是一个性情偏激、固执己见的女子，断不能刺激她。主子，
属下也同意郡主的看法。赐婚一事，陛下还未昭告天下，隐瞒并非难事，更何况只需要隐瞒3天，让公主来得开心，走得愉快，不失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。难道要本王任他予取予求？你们知道当年他为了不让本王离开那里，对我做了什么吗？他竟然在本王的茶水里放泻药，害得本王一度在床上躺着下不来，最后只能跟着二哥落荒而逃。既然如此，若不隐瞒，必定天下大乱。这宝娜公主果然如二殿下所言，骄纵任性。殿下，为了大局，摘星恳请殿下处处配合，借兵才有希望。处处配合，难道本王的婚约见不得人吗？闻言，公主信上还说了些什么？禀郡主，公主还有几项要求：第一，公主的房间必须要面朝东方；第二，公主房间的所有颜色都要换成大红色，那是她最喜欢的颜色。她是把自己当成新娘子了吗？第三，公主最喜欢的是鲜花，所以她的房间要摆满牡丹花，她要像牡丹一样，何人不爱牡丹，何人不爱她。现在都什么月份了，哪有什么牡丹啊？第四，公主指定用的胭脂水粉是花月胭脂，没有这种胭脂，她就一整天都不出门。第五，停。闻言，你将信上所写抄一份到允王府，让二殿下派人按照公主的要求布置行宫。海蝶、莫萧在。你们将礼物收起来，分头去行事。是郡主。哎，郡主，你去哪儿啊？我去说服国王。说服？你还没放弃当说客？我是来跟殿下谈判的。谈判？殿下若是答应隐瞒婚约，并且挂上宝娜公主的画轴，我就喝汤药。你是在威胁本王？反正我不达目的是不会罢休的。我也不会离开的。你从小就这个性子，非听你的不可。你怎么知道啊？我马摘星从小就有这个坏习惯，改不了了。我知道你很委屈，我也知道只有点强人所难。不过，距离宝娜公主来还有5天。如果在这5天之内，我们可以想到更好的办法，我们就不用隐瞒婚约了。你说这样好不好？好，我答应你了。喝药吧。哎，等一下，先做一件事，先把画轴挂上。你不是说还有5天，非要现在挂呀？那就不喝汤药喽。遍寻多年，所见失传真迹，你怎么找到的？花了我整整1个下午，都快把皇城的街道给踏烂了。先是晓之以理，想说服本王，现在又是动之以情，笼络人心。陛下应该派你去结兵。多谢夸奖。不过，可惜全天下可以收服宝娜公主心的，唯有殿下，无人可以取代啊。让我喝药。
王在答应你前，你还要再答应本王做一件事。大力点儿，你用点劲儿。没吃饭吗？你这么和面是和不开面的。马静，我越想越觉得不对，我觉得国王是在故意整我的。他莫名其妙突然让我做什么巧果，你说他是不是故意要把我支开，然后不让我去管公主的事？你要是这么说的话，你就是误会国王了。郡主，知道过2天是什么节日吗？什么节日啊？是七夕呀。巧果是七夕的应节糕点，是用来祭拜牛郎跟织女用的。将红线系在巧果上，或者是将红线埋进巧果里面，然后送给心爱的人，再用红线把2个人的手指系在一起，这样你就可以跟心爱的人一辈子永远都不分开啦。用巧果祭拜乞巧，是你作为准王妃应该遵循的礼制。快坐。大婶儿，你看我这样做对吗？这样啊，捏一下。哎，你再教我这巧果怎么做啊？来，撒点面，撒点面，这样吗？就这样。怎么，不抱怨了？突然就这么有激情的想做了？就这么捏起来，就这样。不好了，宝娜公主到了，现在人在庭院里。什么？不是5天之后才到吗？已经派人进宫通知主子了。这公主怎么回事啊？她这么突然来是突袭吗？啊！快，出门迎接，快！那公主好漂亮啊！这么娇小文静、气质出众的姑娘，跟昨天书信里的那个难缠的宝娜公主，怎么一点儿也不像啊？国王哥哥，你朝思暮想、魂牵梦萦、牵肠挂肚、殷殷期盼的宝娜来了！当我什么都没说。国王哥哥，宝娜来给你送惊喜啦！不许踩！这是我跟国王哥哥的鹊桥，除了国王，谁都不许踩！去！马摘星见过宝娜公主。国王哥哥心里还是有我的，不然怎么会叫你们这些下人行我们的值守礼？继续撒呀！谁让你们停的？继续撒！回公主，花瓣不够，那就去采啊！那个厨娘，去给我把府上的花都采来。公主，因为国王殿下不喜欢花，所以王府内并未种花。你说，国王哥哥不喜欢花，真的吗？公主若不相信，可以看一下王府的四周。难道我的消息有误？惨了，国王哥哥真的不喜欢花呀！听见没？还不快捡！惹国王哥哥生气，我唯你们是问。这个高跟鞋、这个矮子，帮忙一起捡啊！捡啊！看什么？都捡啊你们！
怪了，国王哥哥人呢？禀公主，不知公主提前驾到，国王尚在宫中，已经派人去请了。不如请公主先入大厅等候。我跟国王哥哥的命运，还真像牛郎织女一样，想要见上一面，还得经过重重的阻碍。妮妮，继续扑啊！我们进去等国王哥哥。怎么就不能踩了？这怎么就不能踩了？这个宝娜公主的偏执，绝非常人能及啊！难缠之极，穿得跟个舞龙舞狮的一样。坏了，画者忘了挂了。行宫方面已依照宝娜公主的指示陈列摆放。三弟跟郡主的婚约，朝廷对知情的大臣们下了令，暂且封口。有了二哥了。宝娜公主来的当天，就由我去迎接。二哥和丞相就留在行宫，跟皇上。主子，主子，出事了。说。宝娜公主提前到了，现在人在王府内。国王，你快回去看看。哎，三弟，我随你一同去。宫中有何不满，请明示。你叫什么名字？马摘星。手伸出来。你的名字这样写没错吧？一字不错。那就是你们的错了。本公主汉字汉画学得这么好，但我的画像呢？怎么没有挂出来？你们这叫做阳奉阴违，口是心非，表里不一，随随便便，是吧？禀公主，其实那4幅画像早已挂在博王的院落里。公主若想要挂在大厅内，摘星立刻派人去拿过来。都怪你不早说。原来博王哥哥还是很在乎我的。我还以为他连看都不看一眼呢。呈上来，这幅珍贵的画轴，我要亲自交给博王哥哥。我之前送来的绝美画像，虽是这世上独一无二的，但都比不上这幅画轴非凡的价值。这上面是我们信奉的白马和青牛。相传有神人乘着白马自浮土河而东，有天女驾青牛车泛黄河而下，至木叶山，二溪河流，两人相遇结为连理，生下8子，这8子便成为你们的先辈。自此，你们深信自己是天神的后代，所以十分诚心地祭奉青牛和白马。马摘星，你到底是博王哥哥的什么人啊？看你的气度和谈吐，绝非只是博王府的一个下人。禀公主，我是博王府的客人，因为家道中落，所以博王好心收留。博王哥哥的朋友就是我宝娜的朋友。啊，马摘星，我问你啊，这些年博王哥哥有没有心仪的女子啊？
博王殿下，尚未有心仪的女子。太好了！等一下，公主，那个，我的身上太脏了。的确是有点脏。但就你这样跟博王哥住一块，我才放心。对了，你怎么会把自己搞得这么脏啊？啊，禀公主，我在做糕点。七夕巧果吗？教我做，我要做给博王哥哥吃。公主，你看，你这个绸缎铺不到膳房，而且膳房十分脏乱，我是担心弄脏了公主的一身华服。哎呀，这的确是个问题啊。有了，你来。本公主我暂时允许你马摘星成为高贵的我，替我去膳房做巧果，这样就等于是我做的啦，这不是皆大欢喜？公主。哦。